讲到新北市邦桥市油压案，落尾是侦查终结无起诉，不过时代力量立委王婉如不办国民党王宏维讲，伊进前伫个记者会顶头有公布牵涉案件的教保员相关名声甲相片。14早起到台北地检署告王宏维妨害个人名誉，以刑法加重诽谤罪提出刑事告诉。时代力量立委王婉如14早起到台北地检署提告有关王宏维指控王婉如捌伫记者会顶悬公布邦桥市桥案教保员的名字甲相片，强调这是无影的代志是万恶，以刑法加重诽谤罪提出刑事告诉。他指控我的是在我的记者会上来提出名字以及照片的全部公布，光是这样的资讯，其实就是一个不实的指控。有关于这个网络上所讲的这个名单，这个并不是王文委员去做公布的哈。这个遮蔽的个资，如果是没有办法去特定个人的话，这样没有构成违反个资法的问题。不过，王宏维指出，立宪会创会理事长王维军6月8面册答问当中，押出教保员的名字，因为名字也有教学的班级，搁伫个尾啊标注王婉如。王婉如无组织相关告知泄露，批评王婉如提告是做贼画掠贼。6月8号的脸书里面，王婉瑜你还被 tag 在里面，王婉瑜去选择告我，这叫做恶人先告状。我愿意为我们第一线的幼儿园的老师来挡子弹。我们这边是台湾，是以中文名字为一个代表。如果要以那种英文名字，然后说我泄露个资，坦白讲，那我真的也没话讲了，那就交由司法去处理吧。王婉如表示，真侪文章拢会被标记。如何会用对每一篇文章做了解？佮表示为5月接着加速定情甲即马，无讲出任何教保员的名字、相片甲电话。进前的记者会直播拢抑佮伫咧用证明。记者综合报道。